座。还用难狮子怪跟处女会吵架，不适合，因为狮子很懒惰，而且又妈妈是狮子座呢。是男生，谁来也你要不要就直接问人家赖就好了？这已经问过了。已经问过了。那这一碗就先拿过去了。他们的神秘灵魂我先拿走。我真的说，我看到这颜色就好想吃哦。真的。该用胡椒粉。胡椒粉呀。你们有要用这么多吗？有预留试吃的量吗？可以啊。真的吗？不是给你试吃。对啊。因为做福利耶，有個眼會煮菜啊。哦，我差不多時候3年前先是學煮菜咧，會煮哦。來一起雙主廚的料理，太感動呀！姐妹同心。Hello，各位天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。我係明珠。中白橋。今日東方戲又來到桃園也特別，入住也嘅比數講真嘅呢，較少接觸到也特別客家人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們要來這邊高手過招咯。冇問題，算係提咗擺喺度錄咗嘅。冇錯，先來分享。非常興奮。是，來分享到評審欣賞，提前呢分享到係齊玉鳳齊師傅。大家好，各位大家好。齊師傅你好，還有胖師傅胖師傅。大家好，房元琪。馬上就來分享到今日嘅潛水站咯，來一道邊呢係兩姊妹嘅，分享到菜法治療真美智。哎呦，這是姐妹裝哈。有制服就有朝氣，有戰鬥力。嘿，來看一下，咱最今日分享到係媽媽老母嘅強下哦，柚子潤老翁潤的。各位小大家好。哇，母女裝也有哦。真嘅。嘿，等一下好好訪問一下詠玲。你看到你的眼睛亮起來了啦！一算嘿吼，有上音動作吼，真的難得，非常流利客家話，而且是客家事務推廣者。真嘅呢！等一下好好訪問一下。我要不要就直接問人家賴就好了？這已經問過了。好啦，先來唱高一下台詞架都錄住呀，特別有乜個好高好料嘅呀，乜個貼士俾他了，小記下嘛。哦，你滷煮兩片吼，因為爬山時是而家五九同山啊，吼，和太古山嗰片咪到底而家看飛機啊，和而家賞夜景啊，還有羊稠步道啊，記下來，去約會，很浪漫。約會，我們這些地點可以去哈。可以。我想答應誒。好惡心哦！對嘛，它不是雞肉骨。問一下，因為詠玲吼，其實對羅州美動手勢哈。昨天讓大家少解一下，這個戴夫地就是唐港嘛。有，去過。哎呦。有去過，唐宮係古稀哈跟戴夫哈它是有功之人住的地方。對，不過它是從大陸那邊整個貴婦狗搬過來台灣哦。斗梁還有這個天井啊、八卦池啊，都還有保留着哦。真嘅哦，但你看一般真嘅有非洲的。走的。我看她的嘴角啊，就提供她中意哪一個女孩。哦，她是真的有。幾年次啊，詠玲？我知道，來，她19歲，現在大1。哦，了解又動情哦，看天好人，他這個，等一下我們一定要好好訪問，好不好？先來看一下人家第一次料理嘛。呢度陸續哈，一齊聽我嘅說菜題嘅食材，打開嚟本大家看咯。你係乜嘅？綠竹筍。竹筍。而且竹筍就聽我說，放安喲。對，最主要係送杯中的有強哎。對。那就會附，對不對？這些抽啦哈。可是呢，我現場我請到專家來為大家來小記下，來分享到牛年嘅係一個竹筍評鑑嘅亞軍第1名哦，高邊的高泰哥，高大哥歡迎。有像綠竹筍，有嗎？有一點還有這樣有對，這個亞軍一定不簡單，就是到底是怎麼樣得？它評鑑的標準是什麼？評鑑標準是第一個口感，還有柔韌度、甜度。柔韌度像它可以劈腿，是不是？不是。下腰啦。不是柔韌度不是劈腿，它是用儀器這樣吃進去咬一下，測出哦，這個東西就是比較柔韌。還有專門這樣的儀器哦。對啊，那個甜度的話是用儀器測的。好，不過呢，這個講的都不標準，沒有吃到我怎麼相信？要不然我家也有種竹筍啊。真的嗎？對啊。等一下可以試吃。還有竹筍炒肉絲哎。今天沒那麼豐富，我今天只是帶涼拌的。來，來，看你哈。哇，涼拌的話，這個不一定要加沙了，你可以生吃，或是加點醬油就可以了。
其实刚刚明珠姐有问吼，这个芦竹跟竹笋有没有关系？是因为听说我们芦竹有个很有名的竹笋嘉年华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每年都会举办哈，在农会举办，然后呢就是会邀请很多那个专业厨师去那边煮竹笋，然后呢制造各种花样造型啊。咁呢，今日第一出料理就拿一個綠竹筍嚟做挑戰，誰來進行比賽咯？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好了，第一關嘅挑戰呢，就係大家呢要拿一個綠竹筍嚟做料理。風吹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金沙綠竹筍做哈音。金沙到哈音絕配哦！厲害！一下問一下，咱是今日會做嘅料理係竹筍炒上前。哇，很像童生雞，哎你的呀，眼睛真的很亮哎，這一集。真的嗎？真給真哎呦給。興趣勃勃，來，繼續接着主持來。好，大家有心情嗎？有心情嗎？比賽倒數3秒鐘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搶開始，好。張博謙，你今天真是沒有辦法定性了。係啊，玩用你要不要自己先放棄？我沒有票可以給，是不是？哎，哥啊，你們黑狗人家推數位吧，你就冇面子。啊，那麼挺有喜歡嗎？還要慢慢了解，慢慢了他可能不解。喜歡你。對，等一下問一下，先看你們的，先看你們的。哦，我的哈姨，你看，你看多大顆？我們的蛋你們這個是炒蝦吧？马上就把那个哎，你看六竹筍，馬上就把它去皮了对啊，哈。动作好快哦。想問一下你們哦，處理筍那個時間有嘛個要特別注意嗎？誒，你烚嘅時節吼，用冷水，冷水，嚇你到底加一點嘅米，哦，加點米落去吼，加注烚米黑嗎？米先泡嚟嗰種係米，米。嘿，但是他們最特別都不是這個哦，他們最特別是為什麼你們雞生出來蛋不一樣？哦，你係加腐雞蛋，念卵都冇可能。這個還有皮蛋嗎？你係加鹹卵，鹹卵哈，係，各種嘅金沙啦，各種係係金沙嘅，哦，那其他嘅係乜嘅？佢係加一種嘅配角，哦，可是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，金沙黑工作會成功，我們就是仰面動態。好，繼續加油，我們去幫國謙配對一下。对，阿姨，我先弄動電，要再動胸部誒。子云姐其實一般來講哦，通常是媽媽帶妹兒來，對今天不是，是永玲哦拉子云姐來的。真的，長工你吹講客家文化懂用心嗎？為什麼啊？你之前參加第2屆那個是什麼？客家啊，英國國咧，舞團嘅，去到哪隻國家？去到歐洲，去西班牙、法國還有德國。有國際觀。然後叫我弘揚海外。哎，我做得哦，做得乜解啊？做啲乜㗎？佢自家講自然，不過佢糖些海料嘅。我覺得在溝通上面已經達到基本步了。他有沒有喜歡你？你有男朋友嗎？沒有，冇呀。哎，媽媽怎麼比較快回答？他回答的，他在我很眼面前會講忙。哦，媽媽快講，來，這張問你白。你是什麼星座的？處女座。哎，哎呦，太難獅怪子跟處女會吵架。不適合，因為獅子很懶惰，而且又媽媽是獅子座呢。哎呦，男生，誰來也誰來這個媽媽配好。沒有，我不是說男生，我是說張博謙，畢竟我得罪太多人，對。好了，問一下哈，我們今天準備的哈金哈，然後哎，他們那一組不太一樣，為什麼？俺這個煙本是風風哎。是胭脂蝦嗎？胭脂蝦，胭脂蝦是紅色的嘛？對，松禮拜，嘿那是恆春半島，是很純。哎然後那一家餐廳，我們點了一個就是荷蘭豆炒三鮮，我覺得很棒哦，所以我把荷蘭豆換成竹滷煮的名產竹嚇死我了，還以為他說他去恆春哦，把人家的三鮮全部帶回來了。看你留在這裡好了。對啊，聊得好開心。已經開始煮了哎，那鹹蛋鋪好了耶，好快哦。哎，這個漂亮哦。哎，動作好快哦。這個是就鹹卵係嗎？鹹卵用點米酒落去，哦，難怪不，就啲啲水水咁樣。係安樣很香，有酒的香味。米酒，
没，我嘛该有那边，哦有那个。来给吃接到。哎，我们的哈金美就如果哦，哈烟酒，那个是暖风系吗？嘿，它就加一点米酒啊，它就加种诶胡椒粉啊，它就加种诶沾，木材旁边。给它腌一下，它就梅头啦。哎，真美姐，嘿，你们系做福利耶，你会安慰煮菜啊？哦，我差不多4号3年生些是学煮菜嘞。哇3年级耶刚刚，跟上一集那个一样。对对对。我们这个很厉害喽，拜托太敢可以哈。好。金沙跟成败关键就会都俩有他们有加一点点米酒，所以你看现在那个香气很快就出来了。他们两个姐妹会追哦。来一起双主厨的料理，太敢可以哈。姐妹同心。对呀，冲会啊！跳都有吗？唔係，炒料。所以呢，他们都炒东用吧。炒到起泡。哎呦，嘞。啊，你怎么来蛋白强下都去炒咯？先用蛋黄放啲起泡咯，放落去炒，放落去炒。那个哈金你还会下去嘞吼？冇系啊，该嘛该，蒜条米，蒜条米，蒜碎去腥味哈。不要紧张。放啲很香米哈。哦，有哦，比多咯。哎呦，哈金快发咯！他因为生煎狗是炒的啊，你冇用破的啊，用煎的。因为要用一下上油咪下健康，上油，健康，哎，还有第3的优点吗？冇嘞，还好酱，蛋白质含不流失。好，第一首后，那就按哪哈？我想张伯谦在这里面某拍转型助词，对。好，哇，香菇下去嘞，真的有丝哦，丝入口。对，然后再涂这个切好的竹笋丝，嘿。至于记，你迄种嘛该投入的啊？平常时有睇煮饭菜，因为永离他国中就开始同我讲。唔好吃学校的营养午餐，好吃，所以义工给我带偏懂去学校，所以就这样训练起来的。哎，就这样。所以完全是为了永龄呢。哎，我们从加木米落去耶。对，加木米。哎，永伟加木米啊。虽然讲来迄竹笋超新鲜哈，可是有一点自肥啦。反正去搞乌卡年是。永龄喜欢吃，对，喜欢吃的，好，记住。中医嘛，该做的用嘛，该做的啦。所以这个是大概梦妮就是等于有加了自己喜欢吃，所以阿永妮也喜欢吃那个木耳，对，就这样。很养生哦，对，很好。你竹笋容冇肾痛过了。去菜市场买食材的时候，有问过，他说如果是。卡好卡上的呢，也讲不是。你看我们歪的有多下腰，你看，人家口内很冠军哦。所以平定都都踢球的呀，真的太强了，他们光制服就先赢一半了。然后波比，辣椒，波妹妹啦，什么？你看我们歪的有多下腰，你看，人家口内很冠军哦。所以讲要给你磨砂锅。好，等下当中好，好，这个也很棒。哎呦，很一堆长豆好嘞，有香吗？有皮豆冻香吗？有啊，它都标着皮豆嘞。所以你的竹笋没冇10個，其他都會炒。有剩10個，我剩10分嘅熟就落去炒。生米水吼，生米水咪倒在一點點嘅米咪倒在強下濕，主要係讓水是可以去濕啊，它不會浮啦。要加蓋子蓋着嗎？就是因為這個都已經熟的，我們只要把它拌勻這樣手蛋。好了，哇，很漂亮呢。重盤呢，加一些葱綠綠紅紅。有加個葱呢？有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，睇好嘞啊！好，我哋重盤一下。好，等下差唔多準備要倒數咧吼。好，好，差不多咯。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當水出的吃色困難體管力度內部卡米西卡好嘞。哦呀，體管呢，超
后刘祖顺各家都拿出自己最爱吃的味道，这样就对了。对，这样好看东西。这个好吃的东西大家一定会喜欢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放爱进去。对。有用心了一种，对，哎，像是我们那个永玲喜欢蒙米啊，我们来吃啦，我们来吃东西了，来吃东西了啊，吃东西了啊，谢谢。对，这个这虾仁很大一只啊，对，很大一只。好，太高了，吃这个呢。好，可以开始。太重，我的竹笋好嫩哦，金沙味好香哦。哦，竹笋真的很好吃啊，没有在骗你了。你问永玲就知道。永玲，你觉得我们的酿板好吃，好吃，咸蛋的香味，咸蛋很好吃。我们竹笋真的太好吃了，而且有砂锅，真经好吃，有满意吗？棒棒你。好，换吃你们永玲做的。来。对，我们的料青豆真是真经都澎湃，还有香菇，有木耳，有肉丝，还有虾仁。那感觉虽然俺就准备个食材冻豆，不过我们竹笋的味道还是一枝独秀哦。对，怎么你做酿板？静候蟹，金红蟹的哈，哦，花样很多。而且我们紫云姐还偷了一点点恒春老板的味道哦。对，恒春老板。彩花姐吃的嘞？很香，冻香。永玲，你最后压轴来一下，你觉得自己做的嘞？你刚刚噗嗤一笑是？觉得都是妈妈在做比较多。哦。好，第一关呢，刘祖顺的编发了，可以喊那一组得到好成绩。提前呢，先唱起师傅唱本分数。啊！你不是一直在问颜值下？哦，然后看一下胖师傅唱本分数。永玲，等一下，我们有话好说，来，你们先讲。其实嘛，两片做了个味道，那个都做了动头，是真差多嘛，个给创意一点。俺也感觉是你还动有创意，啊你啊，是不是我讲话讲太多了？对。冇啦，真紧嘿，因为俺想买嘿，因为你啊片嘿绿竹笋嘛，绿竹笋而编发工创意料理，俺也想把嘿。讲俩还有创意啊，两片都走得动头啦。看，这边是创意分，这边是便当分呐。啊，两下把胖师傅讲看。好，那么跟风土演员除了像西师傅讲他有创意以外呢，我就觉得说，我之前吃过黄金虾、黄金南瓜，可是我就没有吃过黄金绿竹笋。哦。所以我去到给他当特别，但给他绿竹笋就特别的甜。而且其实很特别甜，因为那个咸蛋，他讲个咸蛋有咸咸的，韩国跟绿竹笋是甜甜，咸跟甜甜刚好提味提出来，就觉得要用推的感觉就冇咁样。虽然讲你南推的提这几码挺好吃，韩国差一些些就差了0.1滴滴，味道没有提出来，对，就差一些些的。那个景印度都提熟了呀，真的太强了，他们光制服就先赢一半了。把我们蓝色也穿上去了哈，把我们蓝色也穿上去了。好了，唔怕，然後你睇下先休息一下，用下來學習，今日就可以下慈師傅帶來乜嘅4個料理嘅教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今日慈師傅帶來料理菜苗都乜嘅？知足常樂。哎呦，阿彌陀佛。哎呦，在摸啦。好吃係乜嘅咧？孜然粉，来孜然粉哦哈，竹系乜嘅？竹笋哈，还有乜嘅？肠乐排，藏在竹笋里面，你系乐排吗？乐排从吗？孔斗地位嘛，哈。对。首先呢，你有卖长乐的乐啦，系啦，乐排，乐就是这个乐排。乐排，想很久哈，想很久啊，想很久啊，乐排哈，还蛮厉害的。从你有吗？卖走点乐排，从要去鬼西街又要挑肉比较厚的，对吧？拿那个头油玉米粉做个来煎好落去脆，差不多1點鐘到1點8鐘，是做啲去骨的，哇，这也太用心了吧！来介绍基本的食材也系。青椒、黄椒，你啊系辣椒粉吗？市售有该卤包油啊，那到搞，打的哈，好香哦。人家外面卖大家可以批看啊。批看。你啊，我跟观众朋友讲，好香哦，猫砂吗？料油啊，料系你按到
很香哎。刚不是猫屎，辣椒，波比，哦，妹妹啦，什么这个是一个胡椒类，我们做那个麻辣火锅的其中叫做波比嘿哦？难怪这个就是不能咬到会有一点那种。所以我就打成粉嘛，哦所以才打成粉。阿莲还买个大红袍，大红袍，红袍，哎，花椒的大红袍，阿莲还有青色的花椒，哦，花椒其实还有阿莲买改的那个是香茅剪的香茅草，哦，香茅草。所以因为就是这俩洗中该打成粉，嘎嘎，好用哦，打成粉哈。那你是怎么打的？一般調理機才有辦法打好，我哋來開始啦哈。好。哎，要買問題做啲門咯哈。好。大概有問題就得問出來哦。好，當這個過程給它煸香的過程，我們來去骨，像我們剛才蒸好的，對不對？對。你看，按用音，剝出來。這麼簡單哦。你看，知足常樂嘛。哦，常在哪邊？竹筍。樂裡面。啊，落去脆時邊按用音哈。哎，這真勁懂厲害，這個菜裡面的竹筍本身是要熟的嗎？熟的當然是要熟的。燙蘆筍要準備什麼？冷水，然後呢？生米水，生米水哈，乾辣椒，哇，哎，辣椒不用錢哎。你知道我為什麼沒有把它剪開嗎？啊，怕籽跑出來。對，就是要它顏色。對，要它顏色，對。味道吧。他在跳舞了嘛，哈，就給他跳沒關係。哎呦，這樣才會知足常樂嘛。對，有啊哈。有，還是有辣的味道。要出真言動聽。好，爆香河嘞，洗澡幹嘛改嘞？水。哎，怎麼改個加水啊？因為我要做一個麻辣的湯底。哦。然後再去煨它。哦，所以你才加這麼多香料哈。對，你們等下吃看看哈。好。阿蓮還沒改。我剛剛說的粉嘛，對，全部加。哎，那老師，我想問一下，如果我沒有磨成粉，我直接用中藥包一袋這樣滷包放下去，放了不用咯？也是可以啦，因為口感比較不會那麼。這種比較入味。啊，像這個孜然粉的，就是一點點就好了。哦。瓊蓮還有啊。沙爹的味道。我們剛剛因為等下有東西要預熱蒸，瓊調下用哈。哇，這個就是過了1個小時的那個嗎？對。對。沒有哦，前面先1個小時。前面先1個小時，啊，等下塞進去之後要去煨它。哦。其實你頭菜吼，不但想做啲用嘅竹筍去做，是不是水裡面做的啦？我一直覺得水裡好像水裡面做的，沖一點。調味料夠，所以我看你沒有放鹽巴，對不對？對，是因為我要它的，因為它這個顏色，我要用醬油調它的顏色會比較好。哦，求表現哦。對。可惜你要求也求不到。可惜不是你。哎，安用是做在擺盤的呀？差唔多的呀，不是東家，只要是你要粉又要挑到好又啊。嗯。哎，對，那老師你自己用這個調理機的時候，比例大概有抓過嗎？比例哦，要看個人，因為有些花椒調太多的話，就是它吃起來會很麻。對。所以這個還是憑經驗呐。對，好，長安園要對先撈街，唔是，樂牌。這道菜真嘅好厲害耶！這個剩的粉給我帶走。走的。其實倆頭料理哦，它最費工只有在一開始脆該樂牌嘅時間，它之後其實很快，很快，對。哇！芝麻哈。哇！點睛哎，好厲害哦，又快速哦。哎，剛剛是撲手嘿？沒有，我把那個芝麻拍掉。想到不應該吃個撲手。哎，這龍舟競賽哦。有哦。哎，史班清哦，知足常樂。太厲害了，安永去後 C 嘍。哇，你還配合他的那個咬字哎，知足常樂。對。那一組做的誰來豆呢？好。好，我來算，這真的只有6根。
我本来想说可以和平。我有想说输的人吃这个。那我先吃啊。好啦，先看一下今年的题目可以吗？好，锣鼓应演讲，做爱论死后，记系嘛介意思咧。A 做事情当急又有效率。B 教育充实做题。你该是说了广东话吗？教育。好。A 还 B 咧？先猜拳，大家都不要打，把答案放在心度哈。其实就赢在猜拳那一步了。派出代表骂啥？我们派出的是那个客家青年。你的手。好，我刚刚加持过了。来，真梅姐加油哦！我保护你女儿。好，来，剑斗杀跳步。6记停哦吼，限量6记停吼。A 也系 B。B 确定。好，确定。第一首歌听，像你就会 CC 跟我凹豆。我很会凹哎，真的哦，你确定哦？总得改了哦。下腰。好，我们也想选 B 耶，怎么办？是。好啦，莫是用记得因为现选 B 嘞，应该是昨天选 A 嘞。对啊，好啦，答案。我们可以讲一下吗？你的盘子那么长，没有，是因为我们公司规定。盲场了，散。耶！是谁放的？谁放的？第六英语现选 B 嘞，应该是昨天选 A 嘞。对啊，好啦，答案 B。好，讲一下。好。做爱弄死后，两句谚语的下一句是“子爱幼时教”，其实整句的意思是后祖孙爱在阻止较嫩时候教小孩也要从小做起。原来系安呢。好，所以动心线呢，6记停哦，246哈。我哋俾冇足健康哟。对啊。有吗？6对。对啊。 6对对，徐师为什么会只有6对啊，子云姐生气喽。你为什么只做6根？徐师，我们可以讲一下吗？你的盘子那么长，没有，是因为我们没有，是因为我们公司规定，那个答对的人才可以吃啦。哎，没有来宾这样问过呢。你是第一个呢。哎，他这个盘子算小的哦，有的师傅是拿一整个金鸡蛋，里面只有一点点。你们尝尝看。我没有在讲卢师傅哦。他们家。我有一个想法，我的呢可以让出来。唔过呢，你要让我把这给你，你可以来拉票一下。小小的年纪，走在走阿豆改死青，虽然这只是第一步，但是米洛哈，我们还会发展更多，投入更多的心力。好啦，这也要用本意的是，我要跟姐姐一起吃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是我的粉丝，我决定跟她一起吃。那这个给妈妈好吗？对，这个给子云姐，这个给妈妈。还有多一个。对，这个给妈妈。有多一个，那就这给我不就好了吗？子云太大家误会了。我们赶快吃吧，哈，趁着。慢慢。张伯杰你就不用吃了。妈，可以。可以。等一下，来写个竹笋条啊。可以哈。对，你先吃。林珠姐，你左手真的可以吗？很嫩，妈妈。好，有。你们可以一人咬一半，很嫩。真的。好。我看彭家两姐妹已经快吃完哦。你先吃那个。好好吃哦。真的好吃哈。酱汁，我想听酱汁。它寿司整体会干不够皱，已经飞太远了。跟外面的那种什么麻辣锅完全甩在后面，对不对？酱汁你应该可以吃的。酱汁可以哈，大家。是因为它不是那个。我有这么可怜哦？不是，酱汁才是重点嘛。刚说了，酱汁是重点。喊脆狗。真的，真的。怎么会下那种悲凉的音乐？是不是？真的，酱汁是重点。冻厉害。冻厉害吧？因为应该是本身有冻好是麻辣锅原因。我就知道你爱喝汤而已，对不对？给它打包，这个不能蒸。加面拌一拌，其实很好吃。带回家吃。来，那盘子没昨天送不来吗？不用说要带包一下。所以你的意思说我要现场喝完？不要啦，太可怜了。子云姐姐，你跟我一下用班后生。我觉得它竹牛，它那个排骨很嫩，还有跟它的竹笋是那个嫩度，对，嫩度是一样的。还有那个孜然的味道，有还有那个香气。对。那你们想听看永林的吗？来。有没有青蒿生麻辣
麻辣嘅。哦，興趣相投。哦，還有咧。啊，唔過嘅醬料嘅米是唔會改過嘅竹筍嘅米，請厲害。厲害，謝謝。你得到永玲的認可了。不要挖坑牙跳， OK， 真冇見知道咧。啊，除咗雞排骨嘅肉出來吼，當軟，唔超會成牙嫩齒。，真嘅。หั่竹筍咬起來脆脆，又按甜甜，吼，啊梅頭就當香該自然到該種嘅梅，然後搭配起來吼，吃起來當爽口。哦，唔錯，不說這樣出料理條件會顯真呢，1點半足，嘿這樣有辦法去骨才會這麼嫩。冇錯。後來呢，這個粉也是關鍵。不過呢，沙甸下來金行最波米館來挑戰，林追你要加油了！加油！OK，我們是勝券在握。所以來金行最波米館來挑戰。料理逢6點，梁翠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沙甸完成種葡式實天愛做嘅料理。喺之前都唔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梁翠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殺亂紛紛麼？一家之主，安利誰來上菜嚟？緊張了，最波米館的料理逢6點，知道怎麼玩嗎？哎，知道嗎？有看過嘅理解冇？先來看一下，今日嘅菜色係乜嘅？好，今日嘅菜色係薑汁燒肉。薑汁是一個重點咯。哎呦，厲害了哦！所以你說裡面換的是薑還是換燒肉啊？很難說，對啊會變蔥汁燒肉。對，來看一下，荒唐。馬上先來，馬上先來。我有點想讓你們先選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剛才已經得2分了嘛，好不好？問一下的先選。那我們永玲再來個華麗轉身吧。先幫我們除掉一些我們不想要的。嘿，來，你有寫馬蓋。好，意思最安全就是最危險的地方。OK 哈。OK。好，你每一個都這樣說。2、3。耶！謝謝，我是不是有獎？那我們要不要就這個？對，我們就是要這個。最危險就是最安全嘛。對。好，那不馬上打過來。那我來開好啊。好，1、2、3。耶！本來想說，哎呦，這一次誰？是誰放的？誰放的？好了好了。我要說一下，其實反瓜老我金絲卷都很好吃哦。對，不過每頓挑戰也很挑戰。真的，我覺得都很好，反而是我覺得燒肉不好吃。看起來。拜拜。對，唔怕，我們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好不好？馬上出來金行挑戰。比賽倒數3秒鐘。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搶開始！哦，哎，這一道料理，實驗工呢，我們沒有拿到燒肉，沒有拿牛，那個題目又是出假的。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嘛。銀絲卷太敢好生嘛。哎，去鹽酥雞店的時候一定會點。那看一下，好。哇，動作好快啊！哦，切薄片呢哦。不要緊張，我們很有時間。哦，是嗎？按照你，哦，你看看，這是什麼？薑汁的部分。哦。有馬也有，這樣才會入味。好，而且我們帶了小道具，而且呢，給用啥非常有準備，對不對？對。關於薑汁的精髓都在哪裡？薑汁的精髓在增加那個食物的那個氣味，油溫有到一定的溫度了。哎，等一下我們稍微試一下。加油哦，哈。哦，等一下應該會鋪個銀絲卷哦。哎，要炸，可以咯。我覺得你們今天帶那個道具來，就先贏一半。我們的銀絲卷還選用剖溝哎，待會剖好之後，你們就想要沾胡椒粉吃了，對不對？我想加煉乳。我想加煉乳。你看每個人加的不一樣。我們先看一下藍隊好不好？夾子，那邊有夾子。好。哎呦，你看一下，因為兩道菜哈，其實凍水西件，這個時間很費工啊，所以我們先看，你看，現在脆該飯掛嘞。那我們講一下我們的薑汁飯掛哦，飲用飯來走，就是薑汁的部分，因為薑汁的味道很重要。因為我們沒有那個工具，所以我們就要切的比較剁，然後我們比較油一點。可是有這種水果對，可是你們有廚師幫我。哎，對，我們用在關鍵時刻。那你所謂的關鍵時刻，關鍵時刻是就是味道的比例的時候，調味道比例的時候，對這點跟明珠。可是切工也很重要。永玲，你要繼續哦。我覺得你這種切法還是交給媽媽好，姐姐是在幫你。
那还有什么可以永玲先做的？跟你聊天吧。好像是哎，只剩下这个工作那子云姐好了，我们这个预计差不多有出几球。5到10分钟左右。因为哦，也不能真的太熟。其實5到10分鐘哦，差不多是比賽嘅時間呢。不過等一下其實凍夾，你要吹好以後吼，我們先把個醬先做好，來攪死好嘞。所以大家不是小李。但是要記得是薑汁哦。對，薑汁哦，那個汁要出來哦。好，應該是先孔改片哦哈。昨天又哇，这个在调吃了耶。2記豆啊。哇，好幸福！我可不可以去買一下煉乳？我可以去買一下煉乳。既然你们的都已經出現南瓜，怎麼沒有出現煉乳呢？我想問一下，這個汁是你們自己調的嗎？对呀，薑汁。對，想問一下裡面有加什麼？加姜汁、味淋、醬油，然後香油啊，用點通。你們趕快想一下敗選感言呢？來，那這碗就先拿過去了。他們的神秘靈魂，我先拿走。神秘靈魂，我現在就是炒這個味道太讓人起胎耶。你的美優廚師幫我哈。这里。哎，我真的說，我看到這顏色就好想吃哦。真的。該用胡椒粉。對，胡椒粉呀。現在開始用愛發電。走對。你們有要用這麼多嗎？可以有試吃的預留試吃的量嗎？可以啊。真的嗎？不是給你試吃。對啊。你說可以下我就下。哎，那你們打算什麼時候用該拍了啊？結束的時候。2下時可以用一下。哦，2下。係啊。因為寫馬莎。徐師傅來。好，來。來。你不要壞了我們的，應該不會吧？哈。型男。哎，怎麼走回來了？好，他拿盤子。那你們拿一下牌子。廚師偏素愛。好，開始。這會不會60秒不會就佔標籤？各位觀眾朋友，現在是沒有加速的哦。有啊，徐師傅自己加。自加。自己加速。加速。哎，怎麼個現價創推對，再來一點點。這個你們等一下切末就好了，哈。切末。對，這個切末，然後這個擺盤上去之後有沒有？擺盤上去之後汁淋上去就好，這個淋上去，用淋的就好了。對。試一下味道，試一下蜜頭，謝謝光臨。你們薑汁味超讚哦。Oh my god！ 糖水，來，薑汁聽會多油油哦。怎麼個加水呀？味道不對。味道，幫我再試一下。閉嘴。等下湯溶料，那個湯溶料，我說你們再試試。師傅正在交代。好，聽手聽嘴。幹嘛幹？要溶湯。幹嘛幹？好，來，七師傅去好了，你轉來。我們也要用了。我們也要用廚師幫我。加油，我們 OK 的。OK 的，畢畢竟我們有薑汁哎。好，你看。永寧 stand by 好嘞。來，廚師，台上講，我們大聲講。廚師天素奶，2位，選一位。對，好，謝謝湯師傅。我跟你們講一件事，他是烘焙的專業，對，醬料，而且他是大學的專任教授，對，烘焙畢竟跟煮菜不一樣，還有的關係，好，是管音，還是，這是有嗎？味淋，先研究一下食材部分，過了10秒了，加一點醬油，因為是燒肉嘛，加一點點醬油，好。然後再加糖，就糖，通，對，糖，來，提味，薑汁燒肉一點點就好了，好，不要太甜。按照這種速度，等下不一定有機會下鍋。好，你的薑汁呢？薑汁其實我想要炒一下，好，來，生意哦。快火，好，來，我甜白天啦。好，我們先把它炒香之後呢，把這個倒進來之後燒好呢，洋蔥放進來之後呢，等下呢，最後如果說來就淋上去，對，把它進來燒。好，好。大家都還沒等我講完，他就馬上倒進去。唔怕，你還冇看到。好。那就按加啦。7、6。記得哈，那燒完之後這個放進來燒就可以了。是會不會有點太少一點了？因為我們的飯掛肉豆比例好像要抓一下哦。喂，它再加就好。再加。其他7款，那痛心，你做啲其他7款。好。頭就沒就加嘞。不要太甜。啊，算是嘞。
用蒜豉就干吗？味淋呢？好，味淋，好，好。走对继续啊，吗？继续炒，继续炒。味淋的味道太浓了，一个姜子要再切。姜汁切，对，加油加油！不会，你把那个酱慢慢炒出来。要不要赶紧把可以吗？削下来的皮弄进去？哎，我切，你确定你不会害了这一小队长可以。好，永英那你就有点啊，我可以过去了吗？先切丝再切粒呀。吉娜都会听得懂声音哦。哇，我们这边已经好。好啦。哎，这个再把再倒一下。这个一点点丝再过来一点点。是还没淋完，还没淋，等你们来淋。等下我觉得摆不下，不要摆了，因为酱不够。对，对不对？那个等下我们就对 bonus 版的，就是胡椒粉版。对。后面一个，对。我必须跟大家说，穷豆美好啦，大家可以沾一下。而且太雅会说，为什么烧肉？毕竟这个不是烧肉的，是姜汁银丝卷，所以不要再跟我讲烧没有烧到哦。OK。啊，你这个葱头就先捅过一下吗？不要忘记洋葱是可以当 salad。好 ，OK， 全部准备好了哈。好，这个部分我们片哦。牙走的起势，一人一半呐。赏你一辈子。哎，好酥！你们等一下，他们的好酥哦。投给我们啊，投给我们。来摸票，来大家分享一下。哇！哎，我们开吃了。哦。哎，其实这个不用上这个就好了。红队一票。哎，怎么讲？那叫先孔改片好了。来换这边，赢的后面也烧好了。倒进去，整个倒进去。等一下有加倍，先给我们夹子，不是大夹子。对，没有嘞。好了，我来帮你。哇！你看看，这是给你表现的时候。我不抢这种机会。烧到它干一点就可以了。要不要焖着一下？对，给它焖入味哈。好。焖入味。对，来，对不起。现在开始用爱发电。走的，时间差不多了哈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！马上出来吃看那最杯米馆奶布卡张系你的台中布嘞。好，两次料理呢，姜汁、烧肉。毛烧肉，毛肉，全部色彩，哈，给面色彩，国际吃素日。来，好，酥脆口感，先吃我的这个银丝卷，好，来吃看哦，来，好香，先用筷子夹一下它酥脆口感。哎，我是蓝队的，对不起。姜汁烧肉完全被姜汁银丝卷取代了。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好吃哎，吃。真景等后生，我是说认真的。因为你这个酱哈，还嘴妹拎上去啊，所以它还保持了那个银丝卷的非常酥脆口感。掌握优势也不简单。上海人的都不卡，这个姜汁烧肉就不是在个煮哎，汉天派就煮姜汁原丝卷。你下放一下冷水哦，大家先辣一下吼，等一下慢慢来捞大家烧解一下。你食得用吗？有啦。南瓜整都懂免哦。嘿，时间这么短哦。其实你们的姜汁也很好吃。对，没感觉出来。对，我们洪师傅也调得很好。因为在尬落去哦，我们那个永林加上了最后一点点姜，哎呦，完美。好。同景同的时间到了，不过呢，希望大家有好多这个姜汁也基本的受手鸟做，季师傅抢本数。你还没等到人家你就先举牌。好，等下帮人家胖师傅。哇，七师傅你讲一下。好，我讲。你看眼灵的眼神来继续讲。永林。哦，永林。我先讲两片好咧，因为。第一片的介银丝卷那个坡度有度吼，我挑选要兴去食洋葱，我本来想讲介银丝卷吃到袂腻口，啊毋过第一要搭配洋葱落去食，有度好哦。你想我系
一点点小挑剔啦，吼，因为那是多嘛改南瓜籽啊，我们是故意的呢，南瓜籽味都谁来了呢？男生站出来。南瓜籽，因为那是都，口感不好，吃差都爱用皮啊，正经讲。刚刚不是不要吃皮吗？系啊，你挑食不吃皮的，你底下讲，那上好咧讲很多咧。唐师傅，讲转来。好，我吃到的口感是因为。根本伊个两片呢，我只做加该姜嘛还面哦，姜到该面当吼，它辣一些些的，它抖一些些的。听他徐师傅讲，加洋葱之后，我后来也加了洋葱，我就觉得真的口感不一样的吃法也不错。可是因为我觉得它有点油没有逼出来，有点腻，有一点腻，吃的时候。那这边呢，它的南瓜，我刚刚吃的时候，每次都给它姜汁烧肉跟味道进去，那个南瓜特别的芬芳，有那种芬芳的味道，真的，所以我才给它1分。我们赢在主角，值得光荣。好了，今日呢难得比赛做得按闹，然后张目前面咩算係潛到自家中意嘅菜式咧。好的，我哋都恢復啦。今日馮珠得到3分，男子得到1分，恭喜馮珠得到3000元嘅加菜券。李立博吼係嗌提這擺見面吼，送份永明的這個禮物啦吼，翡翠湯鍋，希望你為希望你立博吼，多謝咯，謝夢。好，謝謝。借花獻佛。製作單位謝謝。好，真妹子老太爺分享一下你要不要參加心得？因為真歡喜來這邊參加。受是我們的隊友啦哈，永林還有永林媽媽子云哈，就是該主動些吼，我起都係互相交流，才會入進步啦哈。因為來每款該徐師傅做嘅該種誒知足常樂嘿，因生是用知足常樂才會快樂健康，哎呦。對。彩花姐咧，大家支持這個節目哈，豆豆數款。到底好多動到彩色，所以主本也無下認識，大家是多動歡喜。恭喜！哇，今天很開心可以看到你的粉絲來，那我也要歡迎我的粉絲嘍。來，永寧要自認一下嗎？在哪里？又一個不失禮貌的尷尬微笑。你要不要在最後的時候來姐姐這邊？因為運氣可以改運你。這邊公款哈，一邊參加比賽，讓媽媽窮下就放心嘛。最難過的事情是什麼？好，沒關係，都可以講，都可以講。我站在這邊。就以前都冇marketing嚟做菜啊，不過現在讀太好嘅，都攞俾佢吃，就想要開始自家做想要吃嘅東西，希望以後進步下可以同媽媽聽書，還有做菜做嘅安不也不全家人。子仁姐，大家講一下，今日參加嘅感受。今日當歡喜來參加一條主持的節目哈，其實平常時有體育卡組，但是還冇到大廚的等級啦哈。對，基本可以認識按到新的朋友，還認識兩位大廚的調教導之下，應該過去煮飯的功力應該會提升安尼。我基本就是不管有沒有拿到獎金哦，但是來參加就已經真歡喜了。這樣子。其實媽媽係欠氣啦，因為。第一組片段嘅徐姐咯，他剛剛有跟我講，他的便當是同學都會羨慕，哎呦，當年冇窮容哎，所以下次有機會還是要再來展現一下。對啊，就大見到想講，媽媽會煮菜，因為根本因為我熟嘞啊，就是因為，可能我發揮的還不夠。好，我們下次會再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今日比賽呢，其實真係當歡喜，10分感謝我們4位參賽者，真的都很用心哦，做得。而且都不卡呢，都已經100%的來準備好勢。今日無分輸贏，最主要係大家互相學習，提供這個醬汁樣的煮，而且呢，這個知足常樂，大家都不卡到吃做困難，用鄰就做吃做困難，不卡飲食咯。你依家之處就係分享太自家，向下來嘅節目當中，不管你有哪方面嘅長才，只要你有一粒客家心，分享向下來挑戰，依家之處，等你向下來參加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